方清福指哪把你想出来啊？就说那个鬼儿李洞宾出来呀，嘿，因为你平常牙齿看得多，肚皮里向挪荡得出，今朝需要在怕拿出来随怕用着，所以蔡平子呀，大陆人说地主人尽西法，为是为的，自己不能用的。倘若自己用了，被上帝晓得哦，要来决定的呀！哦哟，这里我也讲给，再不少弄这个李洞宾出来这样，大背发了你粗的话，哎，你想法哎，公要称得大小子，这个小子来自半日这样，自家娘夫门去些，现在我发不离门，我门那里前头，蔡公也没厉害。门搿句说话了，三个两扎旗发门来一只飞薄旗子。各位，嗨，要不大家请问各位，来进过门，背负到我真呀！老太太，夫妻看人夫呀。那，咦，那该句我来问我吧？这道理我问哪个呀？那我要问呢？因为我到湖南太平庄去过呀，铁将军部门时当关脱了。我问个老佣人当我讲，娘去年3月初不动身的襄阳，襄阳不第二讲请求摆了此地神府上向，而是应该我不先问呢，那你来问我娘身体好，我娘身体好，娘身体好了，好一记得你口里这面孔笑眯眯。倘使我娘身体不好了，你已经要接应接到，我就姑娘你来的再好再不了，她又是生病，现在呢，真呀，定心娘身体好了，落到我上吊，都是蔡明子家母请来穷义。哎呦，但有点谁奇怪，这个要来他的楼那里向穷么穷啊，提到面的了啊。上一次四个都来讲给。现在来太这一定啊，吃得了子的在，搿种新的豆米饭是，还去补补，西煮个蘑菇汤，小头还去冷的捂得了呀。哎，你哪晓得个讲？再想不对，来太穷地上货多啊，还是湖南太平庄穷地，还是襄阳城家里穷地，还是了白云屋里穷地，搿穷地上货啊，得里包包杀人，哎。各位，像你各位在蓬莱山上水洗浴的，怎样就像老太太到海外拜你？不过说到了孩子，咦，你哪晓得个？可是落得做生意，你倒也做生意了。哎呀，蔡平子呀，这是叫大陆人士呀。我在蓬莱山上，女儿心血来潮，我掐指阴阳一手，晓得母亲在牵挂于我。所以我曾经嫁过2次将军，到此际襄阳神府之中放过2位，所以晓得家母进来穷极，谁不能都结婚？哦，原来他们还在白云屋里向，那不得只给在神府上在，我要详细预告是了，嫁去么2次相运，蔡姑娘吓坏了，把酒店里的三脚毛毛，因为是这样，要毛有么？只有你来在，那么三脚哪里？三脚听得气是气的嘞，各种气叫真心气，闷闷叫个气，说不出话不出个气。那么自家三个人不上气呀？你记得少人讲你，甚至心上想，不少多肉，你其实呢一走2句，但是现在不能，为啥配置清楚？得你心贵妇不能可怜狼童，但是我得你平白，也不能训诫理解。啥个？今朝我的代表军娘训他的2声，对，现在要真正做，心里想内功得劲，说明眼里拉眼当里，滚了滚，滚了，哎耶！
神采我才想个番统治了，语重心长。真觉得自家是一个人啊，客气人，搿番我不讲啥。表弟呀，你不想想，43个人啊，屋里吵架，阿爹老娘家气势文堂，就让虎狗守节，放射这部16年拿来偷渡，有一顿无一顿，为啥？希望呢将来得法做官，天助生友，天让托起。现在我的终身，你也半子之客，在了你身上，你还出家做大事噶？那个人啊，叫恨铁不成钢。方清受得了面皮啊！就说现在不别叫，石岗毛有了啦。面孔长得羞凶，红到头颈里啊！哪位人啊？方清是四肢
既然开不出口，他是一对良心谁明？分分决策千分君，就说惊动半壁比彩兵。蔡姑娘做你的呢？姑娘不想的，对神德子啊，放在你呱嗒呱嗒没会讲的，蛮好，趁此机会说他两句篮球啊，姑娘。我先求故意虚动气，我家小姐是哈一哈女哈两心，哈一今朝将你求几声，小女一出口是不留神。各位啊，你现在是喝两声啊，求求呢，闲话当中勾着地方嘛，你不能同气讲。哎，放清楚你这个小句，我对，嘿嘿，没好。我开个辰光是不落上去啊，不给落上去，不我这样呢，没好，但蛮无心，不晓得呢，非要无心苗头来着。他是周家去求月神，使得小姐呀，想你。花后发哈哈云，哈嘟嘟后狗也发江城。实际上，你有说我们喝酒刚好这样，啥事体是讲好的，狗要得罪不得个呀？为什么你是新人呀？我有小觉得一老说让就来着哇。有的随几句，一言不合怒生嗔。他是欧人举人为家云，一人等云一人赢，只怕犯国句句到无耻心。各位一口是啊，呸！那个都没我对呀。忙不帮说两句，享福了。你享福了，隔壁市场里老生于是老多人听着低头的闹。哎呦，侬啊，平常吃弄，你不当会得讲的。今朝说个像谁这方面一张插上去，谁是那个里头呀？撒上一口不非之意，一飞冲天呀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老低头的闹。那狗里神于世，他是爹的拍虚心。此非常上想，我侬像女先生，毛有学生子女婿，那可想都不够想。真就是讲侬毛有上去啊，我搿两生不够毛有这把你要跳起来。小女婿还比女弟子。向着女乐堂，谁在
我一如不想逼逼谁。都谁不想？才过一可以福临之外，大家逼逼谁是要龙江的，我来拉拉红脚仔。啊，各位，哎，说来话去都是你各位的不好。哎，乃是我长辈啊，谢谢不来网友，真记得。你就不想喝个天布公子，堂堂宰相王孙，岂能够不明下计，不受逼迫？因而老太太莫想平安无事。倘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嘛，岂不是只有养儿亲不在，是有人儿风不息，独生风魔之辈。这样一个子弟随身一直宣扬，神必死于非中风光。各位，你是口实啊？哎，真那是。没好，让提醒我，求我。再生一份小样，身必死于非中风光。爷娘活了的辰光应该孝顺爷娘，非要爷娘活了的辰光不孝顺，爷娘狗特子，切切种不卡，切到乡里人家汤不上，难受小个，这个是真不为人看，没意思。往往现在有几人啊，对爷娘不孝，对养出来个儿子个小头是真正少个，小得不得了。通过教育下来呢，总算现在小个人蛮多在。不过小个里向还有一个波思想不大纯正的，可是纸上向那么得不得了。调调你当心，调调你有高血，调调你有心脏病，调调张肉我吃，调调你吃真肉，调调这时候你们公园里向去对对，调调我帮你们听听书，让你们看看电视，调调不忘你健康，调调不忘你把你上税啊，调调调调上税啊，为啥？调调退休工资1000多，跟你想有点关系的。要调调500、1000多，能够实际上就不容易着。不过现在听出来着，流动来着，啥个流动啊？老安慰我，婴儿老太太莫笑平安4个字，放清大才是有道理。啥叫莫笑平安？莫笑蛮清爽就是眼睛问题，连眼睛没人看见我娘身体蛮好，所以才安慰我蛮好。这个4个字我当里发报，顺便看一看，分拿出来。我现在问来，让他上上火。你讲给我听个，再好再不，他是你不讲砰，这个4个字拐出来，你只好老实讲，方清还没调皮个。蔡平之呀，各位，哎，而今方子文晓得了，归国之中有一丝良语。李家小姐将我一番通知，把我的光怒过态虚弱得改改净净。而今得要请问蔡平之，我家母亲在哪里呀？现在是喷心者，把你现在当当几十句骂语下来嘛。现在想到门去来讨讨，可是不是我皮当，不讲不难听。哎呀，但是我不是嘛，另外问你现在管，现在来着的呀，一门我是要讲出来。那么啥个？现在要打过来，指头里那个，所以说了现在耳朵边上嘛。说了几句，就是这样。现在狗要拉开门去来讨讨事体，这我看你才去不讲。要狗要是侬3年的真忠正是甘肃之人，那么你讲不来听来讨讨说啥话，这里甘肃我什么好不好？你看那哈，现在低低头是来没法。那么说来现在我不是你不能想讲，有什么？那么说来现在，做心我得狗要捋不想想嘛。你不能动起搞啊！说他你进步率没在啊，那么才姑娘定心要周身来。各位，你要问什么啊？啊，你都不大方便啊！问老太太的下落。此一差了。那一错着，真记得。像老太太的下落嘛，真是来问着我要回你。我得对个，那个娘那还问我屋头人。预告将军，什么将军？我家母亲是湖南人，你蔡平之也是湖南人，同乡在同乡份上，所以要问你呀。越发的差了。哎呀，今朝我他个错来了，但也错着，好我意记得。当然讲你错着哇，为着同乡，所以问我。那么湖南上和福建人谁来问我是，想说我忒辛苦着。
那么我说什么红牛人，从小在那襄阳，红牛东路西把龙福清爽。再说来太太送来份口气信，那么我你等他力量上。哎，今日呀，那。等实话呀！哎，我是湖南人，从小离开湖南，随到襄阳街陪伴小娇。今朝小娇到花园啊，我一来啊，否则是花园里我不够来讲。你讲老太太那边你东家这个了，东家分析老太太根本分来，老太太小家伶仃，不像来姑爷新人会得高云格，心里有点干火呀。啊，但是这一做你的没办法，要问理呀。蔡平记啊，想我房子文学的差了，为望蔡平记讲明一声吧。各位，哎，你要问什么啊？不要搞去讲哎，老太太的下落。你要问老太太的下落，哎，你毫不再讲。一副爱了哇，再讲了怎样？他有一个人晓得的呀。哦，有一个人晓得。哦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我也要记人个。哪一个人晓得？请各位猜着我一猜。多花的还要猜一猜，猜一猜，里讲有一个人晓得，里不出此的神父蛮清爽，一家之主。老丈人晓得，你讲老姨晓得，老姨他不晓得，老丈人不晓得，比那个别叫小姐晓得，小姐他也不晓得啊，别这样不晓得，哦，明白着，小姐我都去。我要问两个下落，喊我去问有家势利姑娘，根本没办法，为此两个下落，在他以前过，真该不低头。你讲夫人晓得，夫人她越发的不晓得了。三个东家侪不晓得，啥就晓得？哦，你晓得嘞？搿种乌头、乌嘎嘎、乌腔，然后你晓得了，他到我了，哎呀，慢慢我闹，怎么到蔡平记晓得？我早来讲过不晓得。哎呀，今朝我举目大手对了里头，既然是此么到底哪一个人晓得？你可是要问方太太的下落。是啊。你这要问方太太的儿子，他总晓得的哇。我头面我讲我认得了，问我自家呀，过后搿能吊起来，要想胖袋子嘛。没办法，要哪里说你特真心。蔡平记呀，你不要做那与我快水讲吧。对的，妈妈，为此那种新人呢，有些等等你来。是他狗呀，你非心急。哦。哎，夫人，你非觉得高。来，他们有人去的呀。你说了。你是新人呀。一来在。西为
心，你白白的心。想你真心来无风你去，十分的喜人。谁不谁呀？我的去说的去，讲不讲不理会国人民币了。说不上那新年福见特子娘门里犯人，阿怕难为情。好，送进不与你讲话的了。跟得嘞，啊，我是杨师叔真人。我讲，有的门来，少妇们别叫，门来上来吊吊得得，别叫好人。我心上，我到你讲讲，你会得讲给我听。啊，姐姐呀，姐姐，为望姐姐言明一句，我家母亲在哪里？为在姐姐的闺女，为在夫人的私有。姐姐啊，你一命之缘，何必南海山乡普渡拜佛，一年而不散，阿弥陀佛。咦，你想我有人当上讲？你们要说我家娘亲不在此间，我是不信的呀。像我家母亲去年后呢，3月初8动身到此，真是不在此间呀。咦，蔡明听奇怪噻，你哪位晓得赖太太去年3月初8动身到给大家门门口？啊，各位，不与你讲话。哎呦，搭高子在，葛么娘呢高子搭不成功了，也要试试看。啊，各位不等我讲话，原来你不要去想老太太的下落。我确实说对去看。哦，你不等我讲闲话，随时非要晓得老太太下落。那么意思当中，你要晓得老太太下落，不要搭你讲，没办法。表讲你像毛头人那不像个人。啊，彩萍这不同你讲话。我倒是弄个早会得快呀，而今也同你讲话了。哎呀，别个嘞，像山路上，一些不得来讲，一些得来讲着，得来讲着。对里毛毛，你也等我讲这样子，你一上次我当了孩子。各位，首次么要回答也请问各位，你怎样就像老太太在去年3月初8动身到此的你说出来的呀？哦，说出来的呀？说出来的。首次各位，你要就像老太太的下落嘛，请各位在人之阴阳说这么一事。是，错卡得来，随时不会说，会说了再说个着。你到底晓得不晓得？我早就讲过不晓得。不晓得，不要多讲。我就不想。我是门里阿差子还晓得，我门边叫一不是门来。姐姐呀，姐姐，为让姐姐一命也去吧。现在想别的呀，你们我是把门特个娘，那么你两个的外汉外齿因大家不能说，那么你来还问我们，哪回答法子呢？有子，我来和彩萍一样，那么腾脱你两声，对个，哟，一的姐姐。像你的娘亲来分这女子，真是低败了。好不对来着，那我娘去门里说的顶得着，真记得。像本这女子也亲吻一的，据某谁与哪里也可以亲近爱，而今一的非来分这女子，岂非低败了？别只要各自彩萍个大搞坏他了孩子，我是第二里第二去蛮清爽，只比两高头得知到侬娘个下落，看了不说给我听，为啥你都当我多他娘2-3年是不孝？那么做你的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没办法呀。我得知北京去9年正月半差个佣人年来之资500两银子，寄到湖头太平庄，不理差个来户呀，你都哪晓得？我是寄人篱下让吃盖饭，没办法呀，不能做主呀。是吧？讲点不来听听，那种还会动情哦。姐姐，不要让小弟抛弃娘亲两三，乃是不孝，我遇不得已的苦衷。倘若我讲了出来，恐怕你姐姐以为原谅我3分，姐姐呀！小女没见被结证据他。家一
起么风不收，南土空空风不稳，爹爹怎样到太平村？倘若你自己风大神，想你是举目风情得真神。病菌一起病菌下，男女夫妻总不能饮，血归不得是气点定。食神吃女家如此，这都是个应用可以生。想想的是说话中途要心啊都急，方清该当哭手，才是事实。虽然讲得该得南阳帮着强盗下来要寻西路是黑说，为啥？倘使老瑞讲，我不仅别个理想救得起个，我来不能见姑娘心开心，你黑了救他这。姐姐呀，后来小弟想死不得，他若死了是与其不下随命生。那么我死不不死呀？豆比我要吃，新郎郎要抓，根本那行业没办法。哪知雨动几百，最最高舞，苍苍大人何看呀？我是几只蛇，可着音，骆驼江湖唱大心，实则我是不断娘，服侍不归心。我大哥太平转上去，等待不见我父神，饶是否知无主命？别讲，我大哥无头太平庄的铁将军部门，我口见这个一击就得飞动三口，三股呢，三股一只小雕，谁要快要飞到头这个吊口浪下去，吊口不被人家出的，有啥个办法？记得我一层为上一层头。我东西南北问相邻，都是到去年3月里向，金黄本来是一动身，故而我是三当后来必登神。去年正月有小衣。吹脑不计家营，20口明知不尽，到太平转世我负神。到处少时人没尽心，到中都尽尽吞，到处个这样嘛我。真可恨，害得我不想知名字的吃饭。他若不是低在
我岂能生？我是种种恨与你呀姐姐，你是咋须只是早已明，向我耳口个人活，我的随口情。你是水里家母，只要水里我，你的女儿俩的苦头问，想你是故意引我心太深，放肆悲放笔即是那不要放弃天下人呀，无为其荣。宋江有一个表卡神代之后令为人正直，但是有家还多。真正的有家害里杀他一个人，跑一个空浪的到屋里。后令流氓一看个头发人得么用武之辈，发人的拿来做啥？哪里还来？哪里？后去一啪，那么差来哦！这个头把人活不起，读到西门啊是叮叮钟，叮叮空，西桥读到寿命先生，落哈子多我理想，还是这个哈子出卖的。昨日两港去外分困，等生意，一个是受了卡当给的闷不落。给大家听卡懂，那你去哈子发判俺高头，啪，俺高头嘛哈子出场，可是归来，哈子出来，封门都讲开定，我还判俺高头，后说来先生发帮我判，啥事体发帮我判嘛有道理，本人讲起哈子是风格判俺高头，我判俺高头是作弊，因为开定个哈子我欺负来。欺负来嘛，没办法，做啥眼睛天发上去。我聪明，判俺高头嘛做皮子，一判俺高头落下来嘛，两个手就忙成下眼皮上一背呀，喊我说哈子来哉。后说来身上口气嘛，插他一记对他，想那个句腿死挂到外了还玩，不许！练功夫要练硬功夫，基础要打下。从今以不许判俺高头，要不发哈哈起来呀，一哈就一哈，所以后说来练得一哈就一哈。你现在看看我满皮当练得一哈就一哈，开头练辰光苦，眼里腾腾的，一日是当我脚啥快做啥，眼睛飞子上去飞不下来的。这个哈么真的哈子，我想李里高哈子比真哈子算上名的，里外没比当的。哎，不过人知天地利，洛阳人守贵人机。我家若自问，从小黑眼睛，爷娘唔旨意叫我好寿命生意的美丽。嘿，娘就出主意的我不做媒人，我说蛮好，多掉。不过娘就说心想这眼睛还有点毛病，我说还娘就让你放心，夫妻两高里哪怕一张眼睛还不要紧。等到神清的一日，看个人大家乖，有个说蛮好，老哈子总是神清在，蛮好。有个叫啥口气子，咯了笑出去，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啊！啥叫啥老头他弟弟张龙配着急。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，压力那么明白的。原来高师傅一张眼睛还是哈一张眼睛，三个眼的蓝眼皮，一日都要烫眼里。高些虽然一张眼睛，人没以为。神清6年牙齿不高的，不过最近生意一塌糊涂，吃人当光，实在唔少钱呢，还对得起高些。昨日子打分吃啥，今朝不与啥，下半日我都说来不来是在。
气口锅头里倒出3个白铜钿上架，马点面预备围住来和和吃吃，路过小菜摊3阿点口见。哎呀，老汉子啊，今朝耍个和面叫，我还怕难为人，我说今朝是阳春面和光面。你晓得我不小菜小菜，哈哈，哈子啊，听见说你口子上有在，喏。谁要点东北韭菜送给你韭菜和面吧？哦哟，我是天都美的呀，高高兴兴拿韭菜围住来关着高嘴巴，等我韭菜切菜头，肚子里韭菜分菜头，搿点面都在菜头了，眼睛不仔细。今朝偏把头面，明朝不生意，老瞎子啊，你哪还对得起高兴？李皮婆吧吧。哎，两钢天，500人来在捆绑，你起来左头挪一挪，瞎子叫名上，你不要看过这个名上要紧。500个名上老瞎子寸步难行，一直这个名上非要说我理想该到南京了话，多多叮叮吧嘛。一大路摸过不来，摸到天津里向，摸到大门关一关，门锁国度说一说，回过来嘛，刚巧到两仪地下，回分进课堂间，只听见上头呱，爸爸下来，至少当18记着课堂头下来，嘚一来，巧嘛还是巧，4人课堂头望准老汉子牙高头上砸，哎呦！那么痛得我14难10个，痛得个老汉子呢喊我本当是痛得个老汉子眼睛没得出黑，老听讲说本当没得出黑了还，痛得呢喊呀，哎呦啊，海不出头上，做之身，默少女闷血生气，哎呀，不好头都开的哇！昨日当时头都开，叫高师傅出来看看吧。高师傅出来哦！哎呦，来哉！这声音好听的嘞。老哈子个高兴，娘好心切，入门切日。今年39岁，面孔来看嘛，只有一张眼睛，良心的蛮好的，夫妻还蛮恩爱。现在听见男人辣海嘛，压静静出来。哎呀，那个做啥？高师傅不好的，10杠上10杠都，我面上倒下来一样么子，到了我牙高头上痛得吹呀水，你看头昂都开了。过来看啊！哎呀，那个开嘴！我晓得开我血神气我，安开几好东西啊？我又为何分开？哦，分开呀！哎呦，开嘴！开几好的？哎呦，分开！到底安开了分开？我一样开了，一样分开。3个分手，那一样开，一样分开。你说你开吧，不是一个场合；你说你不开吧，哎呦，血了过来哇！吃知道不的，那自来血哇！你哪说得出的？告诉把你看地上啥个么子叫？有什么？老三是追过来，对地上向一口没。哦哟，奴家，我们当啥？是面金子。金子啊？哎，咦？那么哪里看出来是面金子？因为4人空浪头还有只别个一只眼看，一只眼嘛，也是3个面金子啦。哦哟，我他们手着，身体按下来，一摸嘛，不对，金子那蛮不隆松，再仔细一看嘛，哎呀，奴家不看着呀，是个对。蛮好啊，高师傅啊！我自家晓得人有不错，隔壁乡邻晓得我500小菜，多个鸡腿来啊呀！哎呦，你说得出来，是个4人可不让的呀！啥么子？可不让的？哎，是呀！那个，你这个有噶？我们呢？你来做啥？你来做啥？你来做啥？哎。那上有不看见你来望望我？你说得出也是个嘞？你问得出也好个的高师傅啊，不好在，这叫人明白啊！哎，是哇。弄得不吃，偷到衙门里向只有过偷抢过糊涂过，我们的那谁也吃苦的。哎，
要阿里想，不能晓得。哎，是吧？想办法的那个口浪里弄他几个，乖，懂了就娘。天哪！为何隔并不声音？但是他里一个口浪的娘啊，等于吓他我个文明的，啥人能够欣然读？其中一定与来的。哎，奴家，让我快点吃屁头。啊，是啥？马上赶得三前头么，拿个四人空浪头，该不地方红不头么，杀得你明哲一切过头。你说得出也好个嘞。倘若是天龙出版，国师当当俺们是，这个是头上过得里不如头，今朝我要哭得滴溜溜，看来我瞎子热浪出眉头，哎，这个谁派？不晓得是啥人，不晓得兄弟办公头个位是分帮头，哎，非要结果里安帮头来分帮头嘛，刚刚中国办公头，后天的李队帮头，不过李大帮上我个活人哭浪头，我大帮上里有死人啊过头。开头嘛吓到会说来，吓子心心告诉我，奴家，小哈，那没啥关系，顶好不穿帮弄他拉倒。是吧？万一穿帮捅到俺们里面有啥关系？瞎子啊，一发当我凶手，对官，顶多吃他几年官司。你哪说得出个讲？告诉我啊，我想想吃官司倒还蛮好。那还没还讲？呀，我的穷不过，实在没啥吃的，难去吃官司。你说得出个？告诉我啊，我们再想一想，我里多个头大，甚至我个心在。哪讲？还有你想娘，我的那父亲生平之6年多年，一日朗朗清清两高头嘛，送分养过小毛头，那倒不要紧在，今朝中手臂子三高头。嘿，奴家，你不要瞎三胡四，侬三胡十娘，快点当我做你头么，两头不对出花头么，弄脱搿只死人口浪头，我的呢，吓得不对。对，虽说口上侬白发香，我空心思做吓你头。现在告知我，你快点起我一只地盘来。难得我无哪个死人头，忙中来了一方头么，后一改么死人头，等你夫妻两高头，等到半夜三更头，哈么哈么哈么，摸到舞台头。哈，莫得舞台头么，不是晕那头，也不是海猪头，而是叫我去到搿只死人口浪头，你三个拉到举莫到手头。你不要么东过受了家门里。等你夫妻两高头，拿个口浪头，摸到后台头，忙中后头一
多对么让你疼了疼，疼了疼，阿玉上疼到手机上摸的还得利用知识棒头，到明朝我把万事忘了。那哈，对当里想等来当菜料，铺一头么狗蛋肉，往买里三吃欧手头，再吃热吃葡萄，吃龙个三只馒头。太对，好手起我来呀！老天是带里向，地步来一弄弄到外头，那个来噻。啊，你拿对把进去。哎呦，我是哈对给。个，女人妈妈带小。这个我们来弄。哎，瞎子看不出发哈个。对啦，该打，该打，该打。该打。哦哟，该打，这个瞎子呢？笨蛋瞎子呀！搞不瞎子也不晓得三个瞎子。我说啥忘记脱噻？啥个？我们看不出那么带小凉脆脆。还管？侬我咋算拿过去呢？来呐！哎呦，我这长耳朵。哎呦，出门到顺风，那顺风耳朵。我也是接下来。拿个头往这来里放一放，后一盖一盖，告诉我，那个，你等我报答你想。还有什么？不阳啥？现在两江多地不晓得还有人，我们外头去听听看。还管？过来大门开一开，一听不声音，马上去剁头发，不放心，作兴翻越嘴压龙人，看见不得了，一想么有子。该搭比较冷落，三更天么随便呢喊500人来着，葛么等到三更天吧。现在两江的唯一一个时人哪很羡慕呢？现在天气说今朝美极大雪，有12岁生了后生村，还要去打个南忙嘞。哎，张老师啊，你不还帮我上挂的？这边这个吕洞布得来天衣无缝，对呀，侬辣来水浪翻板翻出来，是不叫莫小平头呀？所以布吕洞还是一门艺术。像你这样说车子嘛，眼睛白天白天了，听众讲说车子，搿么哪年？老听众总归肯牛量呀。再说什么孔夫子上有赛车的嘞，不见得说车子的嘛，拖出去枪毙，没个事体的呀。讲到布吕洞本是顶头你先生升级。搿些辰光，我到里拼上当中，光中百公司对面西藏市场，为侬8人个粮，一个个侬8人一张支票。那么等到侬好子嘛，按照现在讲起的价值几钿呢？价值大概收起来嘛，这样3千洋钿。那么我到里下来子呢，从适当做呀，对当西藏市场做脱个到老西门西游市场去做。